下晝3點準時來襲嘅疲憊感，可能唔係你精力不足，而係身體嘅清潔系統發出工作信號。好多人以為自己係老咗、懶咗，其實係誤會自己身體啦。你係咪都試過？午後明明冇做重活，眼皮就開始沉重，成個人乏力，淨係想揾張凳坐低。甚至有啲人會習慣飲杯濃茶提神，點知越飲越累。呢個情況唔係老化，而係你嘅身體想同你講嘢。根據中醫理論，下午3點到5點係申時，呢段時間係膀胱經當令。膀胱經就好似身體嘅污水處理廠，負責運送同排出代謝後嘅廢液同毒素。《黃帝內經》就講過，膀胱者，周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氣化則能出耳。意思係膀胱主管全身水液循環，一旦佢運作唔順，廢物堆積就會消耗你嘅能量，令你覺得好攰，好似你屋企調去水渠塞咗，污水排唔走，成間屋都會受影響。所以申時覺得疲倦，其實係膀胱經提醒你，清潔工作做緊嘢，請配合啲。想幫身體順利做好呢場每日大掃除，有幾個簡單做法。第一，申時即係15點到17點，小口飲大概300毫升溫水，幫助沖刷膀胱，令廢物跟住尿液走。第二，起身輕拍後背5分鐘，由肩胛骨拍落去到腰臀位置，呢條係膀胱經嘅路線，拍通佢就好似幫條渠通渠咁。第三，如果你坐得耐，不妨起身快行2分鐘，或者做幾下深噴，因為內經講動則陽氣生，微微喐動就可以避免濕氣積聚。聽日下晝3點開始，試下配合身體嘅節奏，唔係對抗疲勞，而係順住佢去做呢樣，先係真正為長遠精力打好基礎。